各位好啊，好耐都冇更新信息，冇新製作，真係超級抱歉。原因除咗我確實係懶之外，其實仲係有啲啲苦衷㗎。話說基孔肯亞熱肆虐港台嘅時候，印度啲鼠就俾登革熱搞到滿城風雨，好多人中招。好似我樓下鄰居嗰個19歲嘅後生仔中咗登革熱，血小板暴跌，接受輸血2次之後，先至執返條命仔。可惜我嗰個住喺印度南面嘅表妹就冇咁好彩，佢得咗登革熱，引發咗肝衰竭，跟住又影響埋腎同心嘅功能，處喺垂死邊緣。為咗幫佢加油打氣，我就去咗去嗰處陪佢奮戰病魔。可惜搏鬥咗接近2星期之後，佢卒之敵不過死神，往生咗啦，慘慘豬。喺度我想強調一點，大家一定要護肝啊！表妹嘅主診醫生話，如果佢個肝臟冇咁弱雞，冇咁快冧檔的話，好似佢48歲嘅年紀，係好有機會好返。可惜我表妹個人比較燥底，容易發老脾，加上又好杯中物，咁點會唔傷肝呢？其實個肝就好似將軍咁，遇到細菌病毒呢啲外敵，會即時運籌帷幄，發號施令，調動同整劃成個防禦機制去殺敵。個肝冧檔就好似冇咗大元帥去落柯打，於是成個免疫系統就冇晒章法，毫無部署，亂作一團，咁自然就會慘敗啦。所以奉勸大家，為咗 keep 住身體嘅應變能力，就要少煙、少酒、少發老脾，去保護我哋嘅肝將軍。其實喺我出門探病同躲懶嘅日子裏面，我都好認真咁睇咗好多部紀錄片。唉，唔睇又自可，越睇就越覺得接近好多真相，而真相好多時都係醜陋噶嘛，所以咪影響到人嘅情緒，搞到我幹勁大減咯。你話我搵藉口都係咁話啦。不過講真，Netflix 嘅紀錄片好多都堅係好睇過佢啲電影同連續劇咯。好似呢部《Downfall: The Case Against Boeing》，顧名思義就係話波音公司喺度插水。呢部紀錄片內容紮實又深入，劇情編輯緊湊，製作嚴謹，絕對係一部高水準嘅作品，值得向大家推介。另一部亞馬遜 Prime 串流緊嘅又係講波音出事了嘅紀錄片《Flight Risk》，個名咁鬼隱晦，好似唔知驚乜咁。相較之下就遜色咗啲啲，不過對成日都要飛嘅朋友嚟講，兩部紀錄片都係需要睇的。搭完兩部紀錄片，對喺6月初發生喺印度涉及波音飛機造成260人死亡嘅特大空難，自然就會令人產生好多疑惑。對印度航空事故調查局喺唔到1個月嘅調查時間，就武斷咁話錯不在飛機本身，而將矛頭暗指向具有30年飛行經驗，而飛行記錄以至人生際遇都係靚仔勝利嘅機長。睇完兩部紀錄片，就會發現涉及波音嘅特大空難，次次都係咁嘅套路，就係率先抵賴，話係機師嘅錯失。畢竟一隻死雞要喺美國巨無霸企業同一個小小飛行員之間做出選擇的話，咁則比後者就係最自然、最合理嘅事情啦。而且最近呢間被譽為係美國的驕傲嘅老牌工業，又話接到長國豪買500部飛機嘅訂單，於是佢嘅股價又應聲而上。當大家以為真相同公義又遠離我哋一啲啲嘅時候，殊不知曙光突然出現。話說上述紀錄片《Downfall of the Boeing》喺入面出現，為空難死者家屬
成功追討合理賠償嘅律師 Mike Andrews 去出手啦。我相信今次印度空難嘅死者家屬肯定係有睇過紀錄片，知道呢位律師可以幫到忙，於是就主動聯絡佢。而 Mike Andrews 嘅強項就係針對客貨機車、重型機械，以至飛機嘅機件故障或者設計缺陷所導致嘅傷亡，去為客戶提出訴訟，爭取賠償。能夠被入選美國航空事故代表律師界別嘅 Top 10，Mike Andrews 梗係唔少嘢啦。喺多宗工業、交通同航空事故嘅法律訴訟入面，佢成功為遇難者索取金額達到百萬以至千萬嘅賠償，而且佢仲係一個航空意外調查嘅專家，出版過有關嘅書籍。除此之外，佢仲係個了得嘅攝影師同頭部腦部創傷嘅研究專家。真係超羨慕有啲人可以百足咁多爪，而且凡都做得咁出色。Mike Andrews 已經嚟過印度，去過空難現場做 site survey， 不過做晒所有調查分析工作，以至能否成功起訴，都會係累月甚至經年嘅事情。可能大家已經有一個疑問，就係揾個咁勁抽嘅人物嚟幫手，一定要出到天價啦。實情係0蚊唔使錢，因為對所有接收嘅 case，Mike Andrews 係唔會向死難者家屬收費，而只會喺成功索償嘅金額裏面收翻啲服務費咁話啦。咁當然呢個服務費嘅數字會係可觀噶啦。不過一旦唔夠材料起訴，又或者輸咗 case 的話，咁就會辛苦一場食白果噶啦。所以做一個好人，一係要付出代價的，二係要有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嘅決心同能力。做個好人堅係唔易呢。最後我想講下印度海產，長國法蘭扎要抵制日本唔入口佢啲海產，轉移入口印度海鮮，而香港好多媒體將成件事描畫到好驚悚、好嚇人咁。但係實情係印度老早已經出口海鮮去長國噶咯。確切嚟講，印度海產出口到130多個國家，年出口總值有成75億美元，都唔少嘢噶。而最大嘅買家係美國，其次就係長國，跟住就係歐盟國家、東南亞、中東地區，甚至日本添。所以當大家返長國或者去歐美同日本吃喝玩樂嘅時候，可能都已經不知不覺咁食過印度海產。不過 Donald Trump 搞關稅戰，向印度徵收50% 關稅，搞到印度漁民嘅生計瀕臨崩潰，真係慘慘豬。又係受到關稅戰折磨，又想蝦女人嘅長國，依家就扮係伸出橄欖枝去提高印度海產嘅進口量，憑一個有權有軍隊嘅美國總統，孖一個有膽識有民意嘅日本首相，就優化咗印中關係。咁當中梗係唔pure冇粗啦。一日達賴喇嘛喺佢嘅印度行宮可以自由活動兼發言，咁印中關係一日都唔會有真心好咯。你話我話啦。二，啲媒體係咁 challenge 大家，恒河嘅魚你敢唔敢食先？實情係印度出口嘅海產極大部分係嚟自養殖場，喺河或者海捕捉嘅係極少數，而且佢哋有本事出口到歐美國家同日本，咁點邋遢、點唔衛生、點唔安全，都應該有個譜㗎，係咪咁講啊？三，咁印度海鮮好唔好食先？Sorry，我講唔到俾大家聽，因為我唔食的，唔係淨係印度嘅我唔食，係度度嘅我都唔食。不過有好多嚟印度玩嘅朋友，包括我屋企人，以至中廣台嚟做義工嘅朋友，佢哋喺處食完海鮮嘅 feedback 都好正面喎。
尤其係勁讚啲大頭蝦。講到義工，我想提提喺2006年開始打後嘅10幾年，出現咗好多大陸嚟嘅後生仔女，佢哋大部分都係大學生嚟到印度做義工，話好仰慕德蘭修女。佢哋好多都好真心，好可愛，啲女仔尤其勇，一個人咁膽喺印度四圍遊達。不過咁嘅日子虛往矣，隨住中印關係越加緊張，而呢鼠嘅新聞有時有報道話拉到啲身藏幾百張印度電話 SIM 卡嘅長國人，懷疑喺鼠進行電騙活動，又或者捉到啲長國人喺敏感地區影相，或者身懷瀕危動植物準備販運。呢啲長國壞人都令印度政府喺批核簽證嘅時候加返幾分嚴謹，最後仲加埋個武肺，就令到兩國人民完全終止來往。所以依家嚟印度做義工嘅中國年輕人真係完全絕跡晒啦。好啦，今日就講到呢處，我哋下次再會啦。Namaskar。